为了培养学生未来竞争力甲解决问题实力，由中嘉宽频三冠王相主持团队所开办的新时代主播夏令营，一直拢是未演成轰动，备受家长的认同甲学生的好评。今年的课程除了维持和学生联网媒体、新闻采访、训练自信的表达，以及体验将主播台以外，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，如何正确使用、拥有良好的 AI 素养，已经是学校甲职场未当疏忽的课题。除了传统的这些采访或者是主播播报的这些媒体技巧之外呢，那我们每一年度也都会纳入一些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课程内容。那举例来讲，今年我们就会有教小朋友们呢如何用 AI 来提问，提高他们的这个学习速度。另外，囡仔的社会情绪学习对应伫社交甲情绪管理的教育趋势，嘛拢是今年课程的焦点。社会情绪学习，那可以教导我们小朋友们呢如何做自己的情绪管理，然后跟别人建立良好的这个沟通的环境。那最主要呢，我们的课程都是完全免费，那希望家长可以帮小朋友们来报名。2005年新时代主播夏令营上项的课程，将伫7月21、22甲8月12、13举办2梯次，对今仔开始到7月20为止开放报名，也对全程免费，不过名额有限，欢迎设置淡市国小3年到6年级的学生赶紧报名参加哦。洽询专线281-5194，分机8516、8513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